下班酗酒，看酗酒，下班喝酒，他真的有海陆的天分，是不是？哇！我上对节目了。欢迎来到夯艺板上搜。那今天一样要进行我们独家暗自 C 的单元喽。没错，那今天谁来暗自 C 呢？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乃系健通，嘿，七八嫩嫩动喉血，哎，很正确，讲得很好哎，讲得很好。大家好，我是飞机主席暖暖动猴年。大家好，我是好友聽新豬新輩嘅聲音，咁做啲輕啱用班先生，用班。大家好，我是苗栗的龚先生。大家好，我是屏东泰鲁馆的 Albert。那我们今天一样有4位会给提示嘛，然后我们待会要用客语念出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客语怎么念的话，可以随时 cue 我们的启邦颖老师。好，那今天担任猜题者的一样就是坐在我们正中间的佑腾永伴线上。遊戲規則，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是嘅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韓國用漢語念出來。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通解人有2擺機會，係講頭一擺討唔錯，第2擺就得使用 QQ。大家強合作，團出答案，是做得半信息不留。那永伴線上先戴上耳機跟眼罩。好，來，那我公布我們題目是禮拜五。我知道一个东西，你就知你道了们小心这很容易重复。可是礼拜五会干嘛？我也觉得完了。完了，我觉得我写下去之后，我都觉得我在干嘛？我们这次会猜对，我没有自信。我很有。好，大家都好了吗？可以了。好，那我们翻版喽，3、2、1，请翻版。最快乐的一天。天哪，他这个会有问题就是哦。我跟你讲，我现在知道了，毒瘤。我不是，我觉得这一天就有可能是，譬如说在一起的第1天啊，结婚纪念日。不是，我这个叫做辅圣诞节助。你们有打过游戏吗？你们是主要就是输出，我是辅助。好，好像有撞字哦。我们2个。幸好我没有。天要查 ，OK 了吗？如果需要启邦颖老师救援的，请 Q 他哦。蛋吗？蛋。min 愛變了嘞。好，那我們準備可以了的話，就把我們的佑騰 Q 回來咯。哦，我們盡力了。他們也都準備好了，我們從 Albert 這邊好開始給他暗自 C 咯。醉魂喜加熱，是嗎？醉魂喜加熱，好就這樣，就這樣，佑騰的表情嗎？最快樂加一，最对，我刚刚也是这样想哎。怎麼辦啊？好，姜老師min 愛變了嘞。你很厲害。 min 愛變了嘞。變了嘞，變放掉放。沒有。好，飛機，好，16區，16區，好難，16區，酷，16區。流程刪掉了，完全聽不懂。下班酗酒，下班酗酒，下班喝酒，他真的有海陆的天分，是不是？哇！我上对节目了。有感覺了嗎？完全冇。完全冇。我们该不会真的要掛蛋吧我？們要了，我們開始拍拍手，告訴还有我们2個啊。永伴線上，請問你的第1輪的答案是 KTV 啊！ KTV 有客語嗎？這樣課他們是要教客語的。他如果出了 KTV，他叫 KTV，什麼意思？好，我们不要怪罪他，我们进入第2轮好不好？你想要翻人的，还是大家把字补齐念给你听？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选他，我觉得你选他就会有。也有可能。就
决定好了吗？反击，好，要翻背肌对不对？背肌请翻牌。听吧，准备好了吗？加油嘞！准备好了吗？我们终于要破蛋了。我们先约定好，等一下如果答对，我们起来转圈圈。第二轮的答案是电流舞，电流舞。好，我们来了。星期五。一下係拜五眼不啦？哇！我最懂。含义佢就是點熟熟，上愛講威是碌碌，天卓愛看黑衣扮生熟黑衣扮生熟。嘿，答案不是看到是按歡喜很正經嘅16噸哎呀，16噸當簡單啦，做俾你看啦，嘿，冇嚟嗌啦嗌正經曉似扮演正經冇嚟嗌啦，正經愛做啦。我講基本嘅內容，基本我講嘅係時常會用到嘅，係禮拜幾。從跳下嘅答案所按到禮拜五禮拜五按呢個普通未做得講係拜五，禮拜五拜五做錢講得，禮拜五拜五。跟住嘢當後門講，今日拜幾今日拜五下班我去19麼講道理大家跳下要看到嘅劍通講嘅19嘅樣了麼？像嗌呢一種老阿伯長年19就，喂，我19麼下班19，下班是翻譯嘅下班啦，19，是喝酒嘅意思啦。個下班19是下班喝酒，我當貼片嚟係個19都按行業地圖沒有個喝喜酒嘅意思你比如講，哎呦，今日都當獎，我下班我去19，是講你下班嘅時間我去喝喜酒，不然搶嘅意思啦。下班19。cái講到呢位其實anh要講到拜五咧，cái其他嘢都anh做錢老嘅講，做錢講俾你聽，來，嘿嘿，anh叫你用家來講禮拜一，cái係我下課大體日，禮拜二係我假成二，cái禮拜三係我作先生，禮拜四係我打吊時，禮拜五係我做邊長腿五，禮拜六係我上學煮乾肉禮拜日cái係我做生日係我做生日，嘿，cái係我做生日是猴子過生日嘅意思咩當好記跳下搞遊戲嘅時的有印象嘛？禮拜五係最快樂的一天，最快樂嘅一日係因為個第二日拜六是病了咧，當然沒歡喜了。個放假是病了，個病了嘅時間看天然，嗑瓜子，做錢做得咧。看電影是看天然啦，嘿，因為大家學到個好禮拜一到禮拜日做天都該做乜嘅？唔係，今日係學到錢到當有用嘅客家話啦，大家記得嗎？病了，看天然。哎呦，講到時間都唔記得咧，今日萬日拜五我約朋友到個山頂我去世界圖街文結獎嘅樣板好笑，還講萬多個人去搶呢，哎呦，幾萬人，夾啦，唔好參與咧，你是財王嘅生意。最快樂的一，我是最快樂的江老師，我是最快樂的一，是真的嗎？最快樂的一號，完蛋了，完蛋了！你完了。我要收回我剛剛的自信。不对，你还有名。